是退休理财观念。然后这两则新闻大家可能都有听过，一个是那个日本那个60岁以上靠牢饭吃饭的老人，以及那个下流老人，这就是收入低、存款低，然后可依赖的人更少了。就举例说穷忙族或是月光族，那因为日本是台湾的接近，我举例，台湾目前有几个状况，就是台湾面临的是负利率，然后人口老化第一，然后抚养比落差，以及台湾通膨，而且台湾的银行也是给1.1%，然后不可能看通膨。有人会想说，最近有那个通膨有那么多嘛？最近有跟我1对1的都大概会知道说，台湾那个台湾这2年通膨悄悄的涨了10%，所以面对台湾的严峻的挑战，你的退休规划是否准备好了？然后欢迎请私家跟我1对1或者是私家了解，谢谢。我的 slogan 是国际金融找信章，让你未来幸福又安康。